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给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今日咱要讲的主题是台南博物馆节。节目一开始，咱先来看一个影片，听看市长要甲咱讲啥物。5月18號是國際博物館日，台南市的台南博物館節嘛已經進入到第4檔。今年因為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文化局特別整合市內的博物館和地方文化館，喺5月、6月釋出了4大主題活動，包含6棟線上博物館online、2場博物館細大街、5棟館校合作的特點，也有5條推薦博物館主題路線。同時邀請來女車范晨慧翕 MV 宣傳。5月13號，喺水高社文化園區舉行記者會，向大家來宣布這個好消息。其實這一次的拍攝，就是讓我發現台南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博物館啊，還有這些文化館，所以就是你看到這麼漂亮的地方，就會讓我覺得，我下一次一定要再回來。所以我們雖然其實因為57個嘛，這次的活動。那我們這次只跑了30個，所以我還有27個額度，可以再花4天的時間再去一次這樣。518是國際博物館日，那台南市有台灣最多最豐富的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總共有57個，所以我們特別辦了博物館節來推銷我們台南市的這些多元化的博物館跟地方文化館，那也可以彰顯台南市的文化的一個厚度。為了因應疫情的影響，我們特別有六個博物館是採用線上博物館的方式，那麼有2場的博物館踩大街逛大街，另外有5場的這個博物館的教學合作，跟學校館校合作，有5條的博物館路線。其實今年的博物館節是非常的內容充實，有別於以往。我哋講台南就是一座大型的博物館，來台南上有介有氣質的旅遊，就是小博物館。歡迎全國的好朋友做伙來行入大小博物館，看見更加豐富精彩的台南。20台南博物館節全程啟動。咱台南市的博物館哦，攏總有57間啦吼，包括咱即馬已經攏知的，是講奇美博物館啦吼，啊，閣有最近這幾檔呾成立的、呾開放的這個美術館的1館、2館吼，啊，閣有文學館啦吼，啊，有歷史博物館啦，等等啦吼，大細統計起來，攏總有57間哦。那麼這57間的這個博物館內底吼，有咱台南的文物吼，啊，咱台灣的這個文化吼，啊，咱台灣的這個歷史啦吼，在這個當中呢，蘊藏着很多的故事哦吼。那麼咱在今日節目當中呢吼，要來跟咱鄉親朋友吼來分享這個故事吼，啊，來邀請到的這幾位是咱台南市政府吼，咱文化局文化資源科股長陳富堯陳股長來跟咱的鄉親朋友介紹。股長你好，主持人你好。是，好啊吼，我這節目一開始。講57間哦，我住喺台南市遮久吼，我竟然唔知影咱台南市有57間嘅即個博物館啦吼，所以吼，咱若是有時間吼，一間去甲伊了解吼，啊一間去甲伊認識的話吼，其實對着咱台南市嘅即個歷史嘅文化吼，咱就會當吼安尼從古至今幾乎都了解了吼。那麼咱的這個博物館節，哈，講博物館節就是把這57間的這個博物館給融合在一起嘛，哈。那麼這個博物館節，講是咱台南市較有啦，哈，其他的這個縣市好像到目前為止沒有聽過，哈。而且咱已經辦第4檔啊，哈。那麼咱是不是吼，甲咱的鄉親朋友來報告一下吼？咱這個博物館節，哈，當初是安怎開有這個想法，啊，閣有咱今年伊的這個主軸甲伊的特色，好不好？是。我想應該講到台南市吼，大家應該攏會感覺講這是一個真有文化、足好耍的一個城市啊。所以講，若是有朋友要來台南市佚佗，所以咱可能凊彩想攏有足儕所在當帶去耍。對。赤崁樓、孔廟、安平古堡，
哦，甚至是现在的林百货、蓝晒图这些非常的多。反正看你是什么种的旅行啦，哈，有的是要古迹之旅啦，吼，有的人是要小吃之旅啦。对，你讲到小吃，你买当去啉这个牛肉汤，加这个黑林崩。你好像很有兴趣。常常在吃啊，就是说这些东西其实都很好吃啊，所以大家拢讲台南市是一个文化首都哦，美食之都啊，甚至是还有另外。比如说我们叫千庙之城，因为它有很多的庙宇哦，所以台南市的这些称号很多，但是可能比较少人注意到哦。台南市连我是市民我都没有注意到，台南市其实是一个博物馆之都。好，那为什么是这个博物馆之都？像度假主持人有说到这个。台南市的博物馆跟地方文化馆加起来总共有57间。虽然我们刚刚恭喜台湾最多的这个城市，但是据我所了解，其实很少有其他县市像我们数量这么的多。那其实不只是数量多，我们台南市的这些博物馆跟地方文化馆，它其实是量多质精。对，就是讲咱博物馆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主题，包括像文学、艺术、工艺，甚至是一些自然科学类的，这些其实非常的多元。所以台南市的博物馆的发展其实非常的兴盛。其他的馆区，可能5-6档拢无起一间博物馆。台南市其实在去年2019年，我们就新成立了6间的博物馆，所以说这个台南市的博物馆跟地方文化馆是台南市它的文化很重要的一环。好，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博物馆节的这个活动的举办？那其实我们最早可以回到这个2015年，那时候中央这个博物馆法大家通过年所以那时候其实象征这个台湾的博物馆事业进入了一个更加全面的一个阶段。新纪元。对，所以说我们就反过来思考说，台南市有这么多好的馆舍，那是不是我们可以有怎么样的一个活动，把咱台南市加再把它推销出去？对，再推销出去。那时候其实台湾来讲，其实大概各个县市大概也都会。因为我们知道说5月18号其实是世界定的这个国际博物馆日，那每一个县市的这些馆舍其实都会有一些搭配的活动。那台南市其实一直以来也都是这样子。那在博物馆法通过之后，我们就开始，我觉得说我们可以有一个博物馆节这样子的活动，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行销台南市的馆舍。那一直以来其实我们活动内容都非常的多元啦。那今年因为大家都有这个肺炎的关系，所以讲就这实体的活动拢无法度有改变了。有改变。当然，我们还是希望说，在疫情比较趋稳的一个状况下，可以有条件的还是举办一些小型的活动。像最近啊，我们听到都一些比较好的这个消息嘛，哈，因为就这零确诊的那些本土病例的哈，好像咱看开了哈，我们不知道未来是怎样，最少就是讲最近这段时间哈，好像这个确诊的病例比较少，大家要较安心嘛。但是说实在的，你要出去外口啦哈，比如讲要去参观啦哈。啊，是讲要去外口佚佗啦吼，总是还是会受到一些限制啊吼。咱这个这个博物馆节，我在想嘛是有加减受到影响啊，一定有限制啊，是不是？嘛，请股长给咱的乡亲朋友做一个介绍，好不好？是，确实啦，因为肺炎的关系所以讲其实台南市不止台南，就整个世界的这个。各行各业都受到影响。那以台南来讲其实我们很多的博物馆都面临到很大的冲击。譬如讲像奇美博物馆，得到讲到的，甲树谷生活科学馆，即马休馆日拢比较早正常时阵加1-2天。他们要减少他们的开销跟支出。那所以除了这一些馆舍之外，甚至有的馆它是干脆就休馆。像是地方法院，像是这个消防史料馆，他们现在都是休馆的一个状况。那今年这个面临到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博物馆节其实做了比较弹性的一个调整，提供我们推出了很多线上网络的一个活动。咱知影讲，因为今嘛其实科技非
非常的进步啦。那其实博物馆它不一定真的是要进馆来参观，其实也可以透过在网络上透过不同的方式来看这一些博物馆比较有特色的文物的典藏。那所以说今年这类博物馆节，我们有推出了6档线上的活动。那其中大概有几个比较好玩、比较有趣的了，就是说，我们精选了台南市的这个博物馆跟地方物馆比较有特色的这个所谓的文物镇馆之宝，大概收集了大概30件的这个镇馆之宝。那我们在网络上，用比较可能年轻人会有兴趣的这些图卡制作，那推销这一些台南市的这些文物的这些内容这样子这是我们一个企划。那另外一个企划就是说，现在可能年轻人他很爱看那个街头访问，就是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比较有趣的这个节目主持人到街头去访问民众，他们可能对各种不同议题的看法。那我们在今年这次博物馆节，我们也推出了这个街访实测，那看看说，外地的民众或者是台南的民众，他们对于台南的博物馆节或者台南这一些不同的馆舍，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印象？那什么样的馆舍吸引他们去参加？这是一个其中的活动。那当然，我们另外除了网络上，我们还推出了这个广播，就是说你若是在塞车，你还可以听得到这个广播节目介绍我们台南市的这一些不同的馆舍跟文物所以也要透过很多元的方式来了解这个博物馆节来对内容是就是网络广播各种不同的方式，不像以前我们真的是要到活动现场才能看，那现在其实是非常的多元，也配合每一个人的那个生活方式还是讲伊的工作状况因为有当时呢多和那个人也不是因为疫情，有时候也没有办法到现场有时候是因为工作或是家庭的关系阿姨无法度去到现场的时阵那么我们有这么多元的方式如果真的有兴趣买当有更加多这个方式去接触到我们这个博物馆节这个活动那么咱博物馆节跟有一个博物馆逛大街的这个活动是不是跟咱的乡亲朋友来稍微说明一下博物馆怎么逛大街？是因为博物馆好像没有办法走路怎么样才能逛大街？那这个其实很有趣啦，就是说，它的概念其实是行动博物馆。较早咱可能会感觉讲博物馆就是一个很庄严的一个殿堂。其实有一些严肃，对老一辈的可能一些阿公阿嬷他们比较不太敢去博物馆，可能觉得说这个有一些限制这样子。那当然，其实在现代来讲，各个博物馆跟这些文化馆，他们其实都透过比较轻松、比较多元的方式，让民众可以深入的了解他们的馆藏甚至是主动的走出去博物馆舍。那所以其实这个博物馆逛大街，它指的就是行动博物馆。那我们在第1届的博物馆节，我们就制作了博物馆摊车。单嘎这个每一间的博物馆都量身打造了每一台的摊车。那这些摊车其实上面装的就是这一些博物馆的特色的文物跟他们的活动的内容。那我们就主动的邀请这一些台南市的博物馆摊车，那到台南的各个大街小巷去。那藉由这样子每一个到大街小巷的展示的活动，让不同的民众可以认识到原来台南市有这么丰富多元的博物馆。我想这个其实是台南博物馆节的一个招牌的活动啦。其实各个县市觉得台南市做这样子的一个摊车，那大概其他的县市的做法都是做皮箱一卡皮箱嘛，就是他们会做一个更小的这个皮箱，那来展示博物馆的教具。那我们其实是做比较大的摊车，让它整体的展示的视觉效果其实是更加的好。是，那么咱还有一个馆校合作，这是什么种的内容？是，讲到馆校合作，那它其实是跟这个博物馆的资源有关啦。咱知影讲，譬如讲奇美博物馆、台湾文学馆这些比较大的馆舍，它可能有比较充足的资源，每一年可以去更换他们的展览。那但是有一间比较小间的馆舍，可能就没有办法一档一档拢有
很有特色的展览在更替。那所以我们博物馆节也特别规划了这个馆校合作特展，就是希望说，让这一些比较可能没有办法。有这么多经费来处理展览的这一些馆舍，可以跟学校合作因为我们知道说大学生他们其实非常的有创意，那他们也很需要舞台去发挥，那所以我们就把这一些的博物馆当做大学生异业结合，对，就是学校跟馆舍来合作，让他们有舞台，然后这边也有人员进驻，是这其实对两边都圣公是双赢，对。所以讲，这届其实咱拢总有五间的这个馆校合作特展。那比如讲，这个台湾船园区，伊是去年开始成立的。这个也算是一个博物馆。它算地方文化馆那因为它其实一开始成立，并没有太多的这个规划，可以去让它做的比较，可能让各个年龄层都可以了解说台湾船是什么。其实台湾船它是台湾大航海时代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了。那我们这次也透过了馆校合作特展，那媒合这个昆山科技大学，他们的这个视觉非常的好，那他们也设计了很多不同的这个有关于台湾船展览的一个介绍，那包括怎么制作这个台湾船，那台湾船的意义是什么？这些他们用比较可爱童趣的方式来介绍这个园区。那这个其实是馆校合作特展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多鼓掌宫的地方文化馆啊，是不是跟咱详细介绍一下有哪一些？是因为咱大概印象当中的这个博物馆都是大间的，对。那其实奇美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对。文学馆大概马上知，美术馆大概都知。是，那什么是地方文化馆？其实这个名词大概是2000年以后台湾慢慢的发展出来的。那其实它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人或很多团体，他没有办法有足够的这个资源来成立大间的博物馆。那么，但是他们的想要推广的内容其实又非常的重要。所以讲这类地方文化馆，它其实是相对来讲比较小型的馆舍，它可能只有一小间的平房，或者是一小间的一个地方。那它经营的主体可能也是，比如说个人，或者是一个团队、一个工作室都没有关系。那他只要有意愿想要讲这个地方自己的故事，或者是在地不同的文化类的主题，那这一些都可以称作为地方文化馆。那相较于传统的博物馆，因为咱知影讲传统博物馆有4大功能，展示、教育、研究、典藏，这个其实是博物馆传统的很重要的一个工作。那这些地方文化馆对他们而言，要怎么样讲他们的比较有吸引力、比较民众愿意听的故事，其实是这些地方文化馆思考的问题。所以两者其实是有一点差距。是。那么自从有这个周休2日啊，今嘛旅游的人口越来越多了，尤其是咱台南府城本来就是外来这个旅游人口很多咱今嘛讲1日游啦2日游啦若是讲咱来台南我们要逛这个博物馆你还我讲有57间这么多那个股长应该是专家啦对这博物馆你都熟的啦是不是给咱的这个朋友介绍一下怎么逛会比较有效率有内容较袂去浪费时间。是，因为咱通常去逛博物馆拢是一馆一馆去逛啦，比如讲我们想要参观台湾，了解台湾的历史，我们就会去台湾历史博物馆。想要了解台湾的文学，就会去台湾文学馆。那这一次我们博物馆节其实有推荐了这个5条的博物馆主题路线。什么是博物馆主题路线？就是我们打破以往就是单馆一馆一馆去参观的这样子的一个规划。我们希望透过这样主题路线的这个推荐，让民众他不仅是去这一些馆参观而已，它其实是一个套装的行程。他可以去这一些馆舍周边的这个不同的景点搭配，比如说去社区小旅行，去周边的这一些自然的地景，这个都可以变成一个相关的套装行程。那这一次的5条路线，其实比较有趣、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推出了一条是
有3艘船，我们这3个博物馆，它其实都跟船有关，但是它其实都不是用来捕鱼。我们都知道说船其实应该都是要去钓鱼啊，还是去安诺哈，但是这3艘船它其实都跟渔业没有关系，观赏用。对，但是它的内容又不太一样。比如讲第一间是这个沙寮湾，东龙宫文化中心。咱想讲，怎么会有一间庙，它有一个文化中心的成立？那其实它在这个渔港。对，它是一个渔港。那它在北门当地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中心。伊内底放一个以圣公是王船铜铸造的王船。那在台湾来讲，因为是那民俗，嘿，迄是一个民俗的一个圣公因的镇馆之宝。历史已经对，历史嘛就久啊，在台湾来讲，其实嘛就咧看到这个铜铸的王船，所以它不止这个铜铸王船，伊内底嘛有就这民俗义政啊，宋钢钉啊，还有几挂一些有关于以前文化历史脉络的保存，所以说这一次这个3条船，其中1条是这个三鸟湾东龙宫文化中心，那另外1艘船是德阳舰。德阳舰其实大家的理解是军舰，它其实是军舰，但是我们在2011年让它变成一个海上的博物馆，就是说民众他上了这个德阳舰之后呢，他可以看到这一些以前海军啊，在船上服役的一些生活的脉络，那甚至上面还有一些雄风飞弹的痕迹，所以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个馆舍。那这是第2间德阳舰，那第3间其实是刚刚有介绍到的台湾船园区，对，因为我们知道说，对它跟郑成功、跟大航海、跟台湾的开发其实都非常的有关系，那所以像这样的3条路线，其实会有不同的风格，对。而且我们不只是参观博物馆的内容，我们到东龙宫文化中心、到德阳舰、到台湾船园区，我们其实看到的是海景，它是不同的面貌，所以这个其实是对于旅游来讲，其实是一个不同的体验。那当然，我们这5条路线除了这个3艘船之外，还有不同的这个主题特色，比如说有关于产业的啦，比如讲糖厂。咱知影讲，咱台南的这个小龙文化园区、跟总研文化园区，这拢是较早糖厂改建的，今嘛变做是一个艺术类型的一个博物馆。那它其实非常的适合亲子到那边去游玩。那像可能比较少人知道的这个玉井交八年大巴尼文化。是，它也是这个旧的糖厂来改变的一个园区。那所以像这样子的这一些主题路线的推荐，其实是以往可能一般的民众比较不晓得的。那我们这一次特别统整了他们的特色，那推出了这一些主题的行程。那希望民众如果有空的话，在周末找个时间来台南，好好的。玩一玩，我想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行程。其实透过博物馆的这个活动也让我们对历史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嘛是一种寻根的这种方式啊是。那么咱的这个活动博物馆节这个活动内底有一寡相关的不只是博物馆的内容，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股长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是，其实。讲起来，博物馆节它的活动每一年都推陈出新啦。那像头多有介绍到这个博物馆逛大街，馆销合作特展，其实这个都是博物馆节一直以来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那今年我们也特别推出了这个线上的这一些相关的搭配，那还有广播的搭配。那除了这一些这个活动之外呢，我想。这一次比较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还有这个5月16号跟17号，这一个周末，我们特别推出了进馆，可以这个有送这个赠品的一个文创小礼的一个活动，就是说我们希望在这个疫情比较平稳的一个当下，我们希望让民众可以回流到我们台南市的这一些景点跟馆舍，那所以我们特别安排在5月16号跟5月17号，也就是518国际博物馆日之前，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划。那民众他只要是当天入园的前50名，我们都会赠送他一份非常精美的这次博物馆节制作的
文创好礼。这个可以留着做纪念。可以，而且都非常的漂亮。像我们这次的主视觉，其实非常受到小朋友的喜爱哦，因为都是非常有童趣，结合手绘插画的这样子的一个风格。那我们这次制作的小礼，包括像是这个口罩套，像是这个环保提袋，其实都非常的实用。那大家可以拿到这个好礼之后，也可以回去那继续的再继续的来使用。我想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武汉肺炎新冠性病毒的关系啦受到这疫情我看市长一直拢伫这防疫啦，还是讲推销咱的农产品因为嘛惊讲因为这疫情去影响到咱的这个经济啦所以伫这方面咱市长伊一直做拍拼，认真的推广啦那么对着咱博物馆节，市长有什么期许？其实市长伊大概博物馆节伊拢会参加，像去年他就特别来参加我们的开幕的记者会。那当然，伊其实算起来，伊讲台南的这一些博物馆，跟其他县市比起来，又有更加重要的一个意义，像是左镇的这个菜寮左镇化石园区，他把这个本来可能平常参观不到100人的一个小小的馆。那经过这个比较深远的一个规划之后，让它变成现在这样子全国非常知名的这个化石的一个博物馆。那左镇它其实平常时是没什么人来去参观的，那也可以带动那个观光经济。那所以透过这样子博物馆景点的一个设立，它其实是可以带动地方的一个发展。对。那所以我们希望说，未来这个台南市的这些馆舍，也同样的可以起到这一些相关的一个作用。是。那么今天感谢咱股长来到这节目当中跟咱分享咱博物馆内底遮尔侪丰富的这内容最后咱股长有啥物话要跟咱乡亲朋友讲？是，我想博物馆它其实是一个民众他在学校之外，可以更加的深入去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殿堂。咱奇美博物馆的创办人许文龙先生，他的最有名的一个故事就是讲，他小时候去参观了台南市的这个博物馆，那他就发现说，哇，那我叫这些物件这是他从来不知道的，所以他小时候就发愿说，他以后一定要有一个很棒的一个博物馆可以让民众来参观。那么小朋友大概都启动有一个博物馆，哇，那不得了。是当然啦，伊是较拍拼啦，所以说他最后有了这个奇美博物馆的一个诞生。但是我想，博物馆对于小朋友也好，或是一般的民众也好，都是一个可以深入学习，那可以了解更多知识的一个好地方。所以我想透过博物馆节这样的活动，大家可以尽量的来参加，那可以了解这些不同的文化的内容。能够人类因为梦想而伟大嘛人迄个许文龙就是有这个梦想，看今天这样伟大，我们也跟他一样有梦想就会伟大好，来今天感谢咱股长来到这个节目当中，感谢咱乡亲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次见，谢谢，拜拜，谢谢。